午早，大家早平安。平安。今日要来进入第4天的讲坛。今日早起，咱要来请苏清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的圣尊名，你所创造的一切是遮尔啊水，遮尔啊美好。虽然有时阮袂当明白，但是阮知这一切拢是你的念力。主要说，阮感谢你，你亲像一粒麦仔，为着阮来死，互阮会当靠着你来传扬福音，来结出这许多的子弟。相信阮感谢你，你要引带阮，互阮会当无受异教之风的摇动，会当分辨麦子跟稗子，来军队真理，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伫真理的根基内面徛在，阮讲领受上帝所赐一切福分。那你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今日要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咱要请方慧姐来带咱来读今日的圣经节。提摩太前书4章第1节，圣神明明讲，伫后来时期，有一寡人为背信，去探卖血人的邪灵，甲鬼神的教示。即款的教示是对欺骗者会白插来的。因的良心已经互魔鬼用不红红的铁印误记号。因禁止嫁娶，禁止即寡食面，就是上帝创造要互信佮明白真理的人，用感谢来领受。第4节，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拢是好，若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通过上帝的话甲人的祈祷，就真做成。以上。好，感谢。咱今日的圣经节较短，所以咱会当来补充一寡甲即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保罗伫使徒行传，咱当看到伊有3摆的旅行。头一摆旅行是对即个安提阿教会坐船来到古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伫遮对东边入去西边出来，然后去到伫即个亚大利，然后就入去即个亚细亚的所在，来到伫比西底安提阿，搁去到伫伊哥念，然后来到伫罗斯底甲特比。伫即条中间，就是是提摩太的故乡。提摩太嘛有可能伫即个保罗第一届旅行伫遮来信主，然后保罗可对即个亚大利坐船转去到安提阿，这是第一届报道旅行。第2摆报道旅行，是伊伫耶路撒冷开会议了后，转来的时阵，就将即个好消息，基督徒毋免像犹太人受割礼，就对安提阿经过大数，搁对经过特比罗斯底甲伊哥念。提摩太就是有可能，即个时阵可能还未20岁，就来对保罗开始即个出去报道旅行。然后经过彼此伫安提阿要向北到即个美西亚的时阵，看到异象耶稣的神无准因向北，因就向西来到德罗亚。伫德罗亚的时阵，暝间看见异象。看到马其顿的人会亲他讲，请恁过来遮甲阮帮衬。所以保罗就过即个爱琴海，来到彼西的即个马其顿，就是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菲律宾。伫菲律宾来开始即个教会伫遮嘛受关押。然后保罗搁离开菲律宾，继续去到伫帖撒罗尼迦，伫遐受到极大的迫害因为遐犹太人反对主动所以迫害困着保罗甲西拉。然后因就离开帖撒罗尼迦，去到伫庇哩亚隔壁的所在。伫遮的人愿意接受道理，但是帖撒罗尼迦人搁过来甲因困着，所以保罗因就散开。保罗一个人就来到伫雅典，伫雅典这个所在来看到这个亚里士多即个伊比鸠鲁甲
亚里士多德遮个核心甲因辩论介绍一个因毋捌认未认捌的上帝。然后保罗就来到这个哥林多，伫这个所在停留1年6个月，就是18个月。伫这个所在，伊就来写开始来写遮个批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伫迄个所在停留以后，伊就要转去耶路撒冷教会。所以经过以弗所，伫以弗所时阵，才有一寡兄弟讲，请保罗留落来，伫即个所在甲因帮衬。保罗讲，若是上帝允准，伊的确要阁转来，所以保罗就离开，去到伫耶路撒冷，然后到阁转去到安提阿，这是第2摆报道旅行。第3摆，保罗阁对安提阿出发，经过了比西的安提阿，这条路变直的。然后可能经过哥罗西，所以哥罗西书的哥罗西教会检查伫这中间就已经开始，然后就直接来到伫以弗所，伫这个所在伊先停留3个月，咱等对照是使徒行传的18章开始伫迄个所在介绍保罗伫以弗所的工作进程，先介绍阿波罗这个人。阿波罗这个人是对北非的亚历山大这个所在出世的。但是伊呢，来到这个所在，伊嘛在传福音，才有口才，会晓讲圣经这个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甚至呢，伊嘛当真讲出，会当用圣经来讲耶稣的这个语言甲讲到耶稣伊安怎来完成上帝旨意。但是呢，这个保罗伊的传讲欠缺一件，就是伊只有知影约翰的洗礼。也毋知影信心的洗礼，未经历信心，所以就保罗的同工，就是毕基拉甲阿古拉这对夫妇，毕基拉是太太，阿古拉是先生伫圣经中间拢是这对夫妇拢是太太做大先，来甲阿波罗帮赞，阿波罗伊会当来用更较明白知影。这个上帝的计划，所以伊当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使徒行传18章。然后保罗就这是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阵，阿波罗已经搁离开去到伫哥林多去来传福音但是保罗就对这个以弗所遮个兄弟讲，你有领受信心无？阿波罗就甲因换手因就讲语言讲方言来祈祷互信心充满然后就是保罗就开始伫遮有一个推拉努学堂推拉努这个学堂伫这个所在来开始传讲推拉努的意思就是暴君但是伊用这个暴君的名，但是煞伫这个所在来甲人辩论2年久的时间所以保罗拢总伫以弗所2年3个月。尾仔伫遮拄着福音真大的兴旺这个福音嘛传到四周围的所在甚至讲整个亚细亚、亚细亚到这个所在拢来得到这个道理拢会当听到这个道理所以伫迄个基督教足兴的时阵呢煞受到足大的困扰，所以就是19章使徒行传19章以弗所所产生的这个暴动来反对这个基督教所以就因伫这个剧场罗马竞技场直接来反对保罗保罗才过来离开以弗所就过去到伫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经过雅典来到哥林多，搁伫遮停留3个月伫遮来写罗马人书以后伊才搁转去腓立比，经过特罗亚要去经过以弗所要转去耶路撒冷，这是第3摆报道旅行其实伫这条路时阵，保罗就知影伊即届转去一定受苦受难爱歹势日过，但是伊特别伫米利都的所在甲以弗所长老来见面伫个使徒行传第20章因就伫遐规咧做伙祈祷流目屎保罗嘛讲伊家己的见证最后伊就讲就会记伫主耶稣所讲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伫米利都这个所在，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所讲的话讲这个话大家就规爱祈祷烧咱伫遮来流目屎甲3针嘛就讲以后伊袂阁见到因的面但是保罗尾原来有阁去到伫以弗所
好，所以这3摆报道旅行，互咱看到咱即马读这个题目台真书其实是伫第2摆甲第3摆特别是保罗第3摆旅行是甲这个以弗所教会浸上久的所在。所以才有讲到阿波罗，讲到贝基拉、阿古拉，甲这个阿波罗去到伫阿该亚，就是亚该亚省，这个就是咧指哥林多这个所在。所以这是看提摩太前书，咱有当看到头前有真侪这资料。咱搁特别用地图来看哥罗西这个以弗所教会就是伫这个土耳其即卖这个以弗所这个所在是一个海港，伊对面是哥林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4大城比这个以弗所更较头前。但是伊的四周围呢，有这个帖撒罗尼迦、腓立比、哥罗西这是这个加拉太省加略太这个所在。以弗所教会咱即马看到是一间，但是看到启示录的时阵，会当看到7间伫启示录这第4章的款，讲到看到这个这个教会这是约翰伫这个拔摩岛的顶悬来写这个启示录，看到这个异象。对以弗所开始顺时针的方向是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罗底加，这7间的教会。所以会当讲这7间的教会安怎开始，无圣经无讲真清楚，因为咱到启示录才看到这7间另外这6间教会的名。但是伫保罗的时代就当看到哥罗西教会的名，还有一封哥罗西书。中间嘛讲到希拉波利这个所在，这是冷泉这是温泉伫对面这是三角的所在，因拢真有可能就是保罗伫使徒行传的18章19章这个19章20章所做工所以讲上帝都大兴旺这个福音传到亚细亚的所在。就是可能是这7个教会的这个路线，所以保罗甲提摩太留点伫以弗所嘛爱经过，毋是只有以弗所这间教会，是遮的4周的教会所以这原来是提摩太伊真大的这个任务的这个责任以弗所这个所在伊是亚细亚这个亚细亚省第一大的城。一个亚细亚省上界大的这个海港港口，伊主要是出名是伫这个过去几啊百年前这个雅迪米女神庙，这个女神庙呢封做古代7大建筑所以圣经中间嘛，这古代7大建筑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甲这个雅迪米女神庙，伫圣经中间拢看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去看迄个但以理书，就当看到保罗伫以弗所传道的时间上久，这个头前的3摆报道旅行，伫遮2年搁3个月，所以互亚细亚的人拢听到福音所以这7间的教会凡事拢是伫保罗迄个时代就努力去也经济。提摩太是保罗伫离开罗马加甲以后。搁转来到以弗所，然后将提摩太留伫这个所在牧养这个教会。约翰这个使徒约翰耶稣的学生，伊嘛捌做过以弗所的长老监督最后约翰嘛是死伫以弗所，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嘛是待伫以弗所这个所在。这是现主时咱若去以弗所的所在去旅游佚佗去访问，咱看到这个迄当时的罗马剧场到即卖还阁留伫。这个罗马剧场叫做艾菲索斯剧场，就是 Ephesus， 就是以弗所所以不管叫以弗所还是艾菲索斯，拢是只共一个所在，是伫主前400年就起好，所以耶稣迄个时代就有伫这个使徒行传时阵一直拢有这个所在，拄则咱看迄个使徒行传的19章的这个暴动扰乱，就是伫这个所在来发生的。这个所在当前25000人，主前400年就起25000人的座位
咱即马台北即个大巨蛋会当坐几个，嘛是，但是若是2400年前吼，就起好伫遐，而且会当坐遮侪人，可会当用遮使用遮久哦。啊，伫即个以弗所嘛，有一个叫做塞尔苏斯图书馆，即个图书馆毋是伫耶稣的时代，伊是主后110年才起来，所以伫以弗所中间吼，以弗所书也好，提摩太前书也好，即个图书馆还未起好，但是这是迄当时会当讲是罗马除了罗马以外，会上界大的即个图书馆哦，去到2站楼，这是咧囥册，表示讲即个以弗所即个所在，绝对是有真丰富遮个资源资料，才会起伫即个图书馆。像咱即马艺文特区一个桃园的总馆，内底有真侪遮个册，嘛是非常表示讲即个所在一直就发展，就老练。即个图书馆的雕刻逐所在从任何一个角度，咱能看到非常用心来起即个图书馆，而且工非常的幼，所以看了会当互人感觉真无简单，就算讲是主后100年才起的，到今嘛已经足1900年1900年左右，完保持了真好势，佫用真材实料。伫即个以弗所，拄则讲世界古代7大奇景，即个雅典米女神庙，这当伫使徒行传19章，迄阵以弗所的人起来反对传福音的保罗因，所以因就伫遐暴动几工伫遐化休，最后是即个城的书记讲以弗所的人啥物人毋知影以弗所人的城是来看守大雅典米神庙，甲对丢斯就是宙斯遐落落来的伤呢，这个是一个传说，就是讲这个宙斯就是太阳神，雅典米女神就是月亮神，因呢，降来一个迄个石头，就是即马了解就是陨石落伫以弗所迄个地区的所在，陨石就是碰一粒一粒，伊就将迄个当作是女神降世，然后呢就甲伊当刻一个像这个像就是雅典米女神，伊这一碰的，这就变做是女性的乳房，就代表讲伊当饲呢，爱当饲足济，所以就是安尼足够生的意思，所以拜这个神就是会当足够生，才会六畜兴旺，所以这个雅典米女神，就是罗马神话月亮女神，就是戴安娜，这个起的这个时间。前后超过将近200年左右这对主前7世纪因就本来就伫迄个所在咧拜即个女神但是伫主前的700年就是大水甲即个女神庙冲去，主前500年吕底亚王国佫重启，主前350年即庙呢神庙叫希腊人放火烧去，然后主前320年佫重启，即届起以后呢规模佫较大。重建以后，即个神殿即个讲起200年以后保存要600年所以不管是亚历山大的时代，还是即个耶稣的时代速度兴端的时代即个因讲的即个以弗所女神庙拢伫只是耶稣无来到以弗所即个所在但是伊维持600年，到主后262年即个圣殿才叫损坏，所以即马要去看即个女神庙，敢剩安尼。这嘛是拢事后人甲伊贴起来，其实就是一颗都不留，拢拆了清去已经找无看无所以这段的背景，互咱会当去了解讲，保罗甲提摩太留伫以弗所，也是面对真侪遮的信仰的冲突不管是政治上，还是信仰宗教上，拢有真大的这个争战。第一章讲到保罗的面临是出伫听是要来互福音来健全律法，保罗用伊的见证来感谢上帝拯救罪人，也考劝提摩太就要继续来传这个真理，来真正迄个好的真正。第二章讲到为着万人，为着君王，爱祈祷查甫人，爱用祈祷毋通相拍，妇人人爱用内心的智慧，毋通用外口的侦探，就爱来认捌尊重官兵，特别咱伫做人看的即个第2章9节到14节，
会甲哥林多前书14章、提摩太前书第3章有会当比较。哥林多前书讲的，到俘虏伫会中，这是教会就爱点点，爱顺服，伊的丈夫丈夫，所以这是指夫妻关系。但是提摩太前书是讲女人跟男人，所以毋是讲夫妻，这是讲社会中间的妇人人。特别咱看到是尼禄甲伊的妈妈，这对母子所造成的罗马帝国的败坏问题。提摩太前书讲女的这书，长人所读的。是指教会中的妇女，不管是这书的太太，还是女这书所以将这段在讲到监督是长老，伊就要向外来行，这书就要对内底来做起。伫上帝厝内底生活，就是敬虔的奥秘，就是通过上帝所建造的人起来做这书，起来做长老，然后来坚固真理的条条甲根基所以，咱的根据是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乃袂晓管顾上帝教会。所以，长老这书是教会的 DNA 伫咱的最后一集第15集遐有讲到，我若是因前这封批，是要甲恁讲，咱伫上帝家应该怎样生活。所以，写提摩太前书的动机，第3章15节，会当知影讲，保罗的目的。就是伫上帝家，就是教会怎样生活呢？生活就是看长老就知，看这书就知怎样生活。这个家是永远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条条甲基础。所以这张表做甲足有的，将中这资格分做长老有，这书有，会当对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前书甲提多书会当来对照长老的。这书拢爱有的是这，特别是长老爱有的是乐意接待人客，爱教导，袂当甲人相拍，爱温和，袂使生争伫遮个有长老就是爱有资深，爱有经验，伫教会以外爱有好名声，袂当歹性地，就爱行好，爱公平，爱圣洁，其他差不多拢是长老有这书嘛爱有，所以这是互咱做参考。咱看今日这个在圣经集。现行明明讲，我用这个现代中译本华语要用单译来读。现行明明讲了，伫末后的时期，有人会放弃信用，去顺探欺骗的神甲规模的道理。这套道理是对骗子的伎俩来，因的良心这个铁不锈的铁来做印记。因禁止人嫁娶，禁止人食某一寡的食物，但是这是上帝创造者要互神来明白真理的人，伫感谢以后来领受上帝所做一切是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毋通拒绝，因为上帝为甲人的祈祷，互遮的食物拢诚做信。所以遮有讲到信心有明明的指示所以保罗写配合提摩太，就是甲伊讲。头前是保罗的命令，1章到3章，但是第4章呢，这毋是保罗家己的命令，这是圣神所讲的。圣神讲就是预言讲，末后时期人会放弃信用，去顺探欺骗的神甲规模的道理。圣灵伫希腊文中间是灵，只有单数，但是欺骗的灵伫希腊文中间嘛是讲灵，但是是复数，所以一个单数一个复数，两个以上就是在相争所以迄当时这个邪神受上大这个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对希腊哲学甲基督教个其他的宗教掺杂特别基督徒很容易接受诺斯底主义，就是迄当时的基督徒因为因追求的毋是这个地上的，毋是肉体，毋是世间的，毋是地界的，因追求是天顶的，看袂到的永远的是迄个灵里面的满足。所以诺斯底主义就吸引这个基督徒，所以因将这翁仔某的这个恩爱生囝养儿育女嫁娶，拢当作救恩得救的拦阻就讲诺斯底主义是禁欲的因无爱结婚，无要生囝，无要嫁娶甚至伫犹太人的中间有一派爱色尼派，这嘛是施洗约翰迄阵参加的这个爱色尼派。因就是住伫旷野啦，吃蝗虫野蜜穿骆驼的毛的做衫安尼会退世的生活，然后这种的主张所以受到这种的理论影响的假教师，
就大肆的主张独生主义啊，漠视生儿育女的责任，但是伊来叫人卖生，就来对因卖嫁娶免回去煮饭，大家拢紧食，但是因就家己成做一群人因可能伫这中间，因就得到人的尊重，得到权力，得到地位，但是呢，伫以佛所教会，就引起足大的冲突，因为咱看到以弗所迄个地点，真侪人四面八方，希腊嘛伫伊的对面，所以因对教会来讲，这是足大的伤害所以伫这段5节中间，看到信心甲规模，看到道理，规模的道理甲信心的真理会当做对角。规模的道理是互人放弃信用，信心的真理是互人用感谢的心来领受。所以才讲到信心讲的，才会欺骗，就爱去分辨，知影讲上帝所做一切拢是好的。今日这段的圣经节，互咱看到有出伫信心的提醒，有魔鬼的背插，最后是上帝创造。信心的提醒就是讲，将来有人会离开道理。检查已经信主也好，还是已经是犹太人的信用，但是代表忘记，所以伫咱现主时，嘛有这异端，这骗圣，还是这邪煞会当去明仔咱继续看到讲，这个第4章讲到这冗长的族谱和老妇无稽的传说，等等这伊用其他的这教育。其他的思想藏伫教会中间的这个真理的内面，所以这是末期要来的一种的现象真侪人会受欺骗，就去对这个规模的道理，就是因的良心良知用这个铁布烧然后印起来，这个被热铁烙惯了伊的意思就是讲。这就是做这被裁的奴隶原文这是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形容那些奴隶这奴隶有的是屈伫伊的这个头下的所在有的是屈伫伊的这个脚趾片的所在，奴隶是基本上无在穿衫，有的是屈伫这个胸坎的所在，上半身没有在穿的所以这个有落去就代表讲一看就知讲这是最奴隶，这是伊的记号。这个人保罗用这个字来形容，就是讲离开真理，去对邪神、对的背插，特别也是诺斯底主义，因就是最因的奴隶，因是不得翻身是真悲哀的代志这个魔鬼就是因的良心去用锁掉的，去用屈掉的做奴隶，然后因嘛去禁止上帝赏赐的，包括所食会当食的物件。检查迄阵讲，袂当食啥物，袂当食血啦，袂当食猪肉啦，袂当食啥物这动物的然后讲袂当嫁，袂当娶，袂当生，袂当饲囡仔这拢是上帝要互人的祝福，但是这种的邪煞互上帝创造变做是歹，所以就要明白真理，心感谢上帝，毋通拒绝上帝的好意思。因为通过上帝话，人的祈祷这个密这个翻译有一点争议到底是咧讲这个假密，还是讲这会包括嫁娶的代志？我认为是包括嫁娶的代志，就是讲嫁娶婚姻不是坟墓，婚姻是礼物。透过上帝的话和人自己的祷告，就可以看出这是个礼物，不是坟墓这个世间。只要是上帝所创造的不管是风台啦、地动啦、水灾啦、火烧只要是上帝所创造的通过上帝的话，人的祈祷会当看出这是上帝的美意今日的经句第4章第4节，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因为上帝一切创造拢是好。那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For everything God created is good, and nothing is to be rejected if it is received with thanksgiving. 所以咱要有一个 thanksgiving 来接受上帝的创造，伊所创造、伊所立理、伊所安排，一切拢是好。所以咱读圣经、甲祈祷这两项结连起来时阵，咱就当看出上帝的美善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
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甲阮伫恁面前的祈祷，阮会当看出上帝你的业力，你所做的世界本来就是好的，你所为世间人所准备的一切也拢是好的，不管是顺境逆境，不管是出日头还是落雨天，阮每一工就拢爱欢喜学乐感谢你，感谢你用今日的话来养饲阮。互阮得到玛纳，互阮的灵命来得到饱足，也互阮带着即种的饱足，会当来为主做宣扬、做干净、做主的车音，也祝互阮今日一日会所做甲所行的所在，拢有上帝你的同在。安尼祈祷恳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平安。